買保險就係想為自己嘅將來買個保障。不過觀眾 Sarah 就聯絡我哋話，佢個經紀為咗開單氹佢買咗份而家唔包但係將來會包嘅保險，點知搞到變成永久唔包，究竟搞邊科？點解嗰陣會買保險嘅？我呢份保險其實係我2023年嗰陣買嘅，因為我有小朋友，我係擔心萬一我身體出咗咩事，咁到時屋企需要一大筆錢去治療嘅話咧，可以有個保障。當時 Sarah 揾翻以前幫襯過嘅一間保險公司買呢份保險，經紀同佢講，因為 Sarah 喺2021年時子宮做過手術，所以子宮唔受保。咁我當其時心諗啊，女人最重要就係子宮卵巢啊嘛。咁如果唔受保，又感覺好似買嚟冇乜意思咁。咁我就問佢啊，冷靜期係幾時啊？咁我就想即係唔要。冷靜期咧係由保單簽發咗之後嘅21日。咁呢個時候佢就開始勸我唔好 cut 單，只需要等2-3年，連續去遞交醫生信證明我個身體冇復發，就會受保噶啦。其實本身呢啲位有過啲記錄咧，我哋都會 keep 住去覆診咁樣做翻個常規檢查啦。咁其實 keep 翻呢啲婦科檢查、常規檢查呢啲記錄咧，俾公司都睇到，連續2-3年客人都係個冇再復發嘅，咁樣就 OK 噶啦。我諗住佢係好熟悉嘅流程，咁佢好似寫包單保證一定會受保噶啦，到時咁我就信佢咯。因為做手術嗰個日子比較近啊，咁危疾的話咧，需要相對一段長少少嘅時間俾公司去觀察翻嗰個演變過程啊嘛。假設出年都未得嘅，咁樣 keep 住2-3年都係一個 clean 嘅 record， 其實就會可以 appeal 翻呢個位置嘅。之後 Sarah 為咗提高保障，喺另一間公司再買多份保險，呢份仲要連子宮都同時受保，於是佢就開始懷疑自己個經紀嘅講法啦。咁嗰間保險公司就話，因為我之前一路都有做人工受孕嗰啲，即係有好詳細嘅 record， 照超聲波，醫生點樣跟，又曾經生過 BB， 即係你個子宮卵巢咩都睇過晒，好明顯係冇任何囊腫，冇任何腫瘤嘅。咁所以佢公司就好快就批咗啦，就受保啦。咁我就講翻我呢個情況俾依間保險公司嘅 agent 聽啦。咁佢就話：哎呀，你呢啲人工受孕嘅嘢咧，我哋公司係唔 buy 㗎。你就算寫埋落去核保部門咧，人哋都唔會受理㗎咁樣。即係佢試都未試過，就話唔會受理。咁嗰刻我就有啲唔滿意啦。Sarah 多次要求保險經紀將啲醫療記錄送去核保部門審批，但保險經紀就話公司唔會受理。於是 Sarah 決定自己聯絡客服部門，要求佢哋跟進。跟住佢 CS 嘅同事咧係答我話永遠都唔受保喎。跟住佢喺電話度答我話，因為子宮呢樣嘢咧，啲肌瘤好容易會翻發，係一種容易復發嘅病，咁所以就唔會受保嘅。咁嗰刻我就真係爆炸啦！我就同佢講話，咁咪真係一世都唔受保？咁你講呢句説話同 agent 講嘅説話係唔一樣嘅喎，完全唔一樣嘅喎。跟住個 CS 就當堂窒咗一窒，佢就後尾轉咗第二個人去跟我 case 嘅。之後 Sarah 收到第2位客服打嚟，答覆的確係有變化，但都唔太令 Sarah 滿意。佢就同我講話，其實唔會一世唔受保嘅，你每一年都去嘗試上訴啦，就會成功噶啦。咁我話，咁究竟要幾耐啊？要幾多年啊？咁佢就答我唔到咯，佢就叫我繼續嘗試咯。咁我每年走去搞 appeal，我都要去揾醫生照超聲波，揾醫生寫信，嗰度又係錢同時間。跟住我去你公司交文件去上訴，又係時間，明唔明？咁你就漫無目的，我根本完全唔知道幾時先係盡頭。Sarah 認為喺2023年買保險時，經紀同佢講，只要提交2-3年嘅醫療報告就可以幫佢上訴。不過至今佢已經連續提交2年都係上訴失敗，覺得經紀刻意誤導佢買呢份保險，於是就同保險公司投訴。
咁我就投訴佢，我就俾咗嗰位 agent 嘅錄音，即係佢向我保證只要你等2-3年就受保啦，啲錄音俾間公司聽。咁間公司一開始嗰陣呢，佢哋就純粹話我俾200蚊超市禮券你唔好投訴啦。咁我就好唔滿意啦。咁佢下一次覆我呢，就 email 覆我啦，因為我要求佢文字上覆我嘛，唔好再打電話啦。咁佢覆我咧就話我而家提高個金額1000蚊超市禮券。咁我問佢個1000蚊究竟係咩意思咧？係咪？佢話唔當係賠償，因為佢哋唔覺得個 agent 有做錯嘅。個1000蚊係公司嘅心意，多謝你購買我哋嘅保險㗎喎。Sarah 當然唔滿意公司回應，將啲證據 send 晒俾佢哋，要求正視問題。間公司咧一開始電郵覆我，佢話個 agent 向佢公司解釋係有向我提及到，佢係有講到根據佢個人經驗，同埋一切係交由核保部門去作準嘅。佢有講到呢2句説話，但係我提交翻嗰啲 WhatsApp 記錄係當日佢氹我去買嗰啲記錄、錄音、文字對話，佢係絕對冇講過呢2句説話。而經紀知道 Sarah 投訴之後，就轉口風指保唔保唔係由佢決定，佢只係純粹轉交文件。之後仲話呢件事已經轉由客服跟進，所以佢唔會回應，亦都唔聽電話。已經喺94都係唔聽。佢 CS 部門嘅同事咧就話會聯絡嗰位經紀要覆我啦，係啊，即係要回覆我啦，因為佢哋覺得呢啲都係服務嘅一種嚟嘅。但係嗰個 agent 咧就堅決唔肯覆我，而且我覺得我繼續揾呢個 agent 都冇意思，佢有心逃避我，同埋佢完全不負責任。Sarah 同時發現保單上根本冇寫所謂上訴機制係點樣。咁佢哋係有寫到不保事項嘅，但佢就冇寫到不保事項如果你想 appeal 你想上訴個程序係點，佢係冇寫到明話你等2-3年再去核保就一定會受保噶啦咁樣，係冇寫呢行嘅，係個 agent 錄音口頭上向我承諾嘅啫。但係而家就變咗好似係間公司同埋個 agent 本人隨口噏。我話係點樣俾你去核保，點樣俾你去上訴就係㗎啦。反正我都唔知道佢公司嘅規矩係點樣去上訴嘅。我自己覺得佢邊嗰個情況就係話，首先我諗個經紀佢就唔可以做出任何保證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其實最後決定應該係我哋保險公司嘅核保部去睇翻佢。而最令 Sarah 不滿嘅係保險公司從來冇解釋原因，只係不斷話保險經紀冇做錯。你純粹內心認為冇做錯就冇做錯，你唔使提交任何證據去反駁我，因為我已經交咗我嗰方面嘅證據俾你哋，但係你哋就咁空口說白話，我唔認為佢有錯就完結，咁我完全說服唔到我咯。我哋亦都有去信保險公司查詢，而保險公司就回覆指已經成功同客戶處理相關事宜，但就冇答覆我哋嘅提問。咁如果不幸遇上類似情況，可以點樣處理呢？咁我諗其實佢嗰邊嗰個首先佢向保險公司投訴先啦，保險公司佢反映一下嘅，我當時有隱形咁嘅情況之下我去做，咁但係當然都要攞證據嘅。咁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機構，大家可以去做申訴嘅，包括到我哋嘅監管機構都可以去申訴嘅。咁但係最終嘅時間嚟講，都係好睇佢嗰一刻嘅時間咧，有冇法證明到佢係被誤導咗去做呢件事。我深深被呢間公司欺騙咗，所以我想藉住東張公開呢間公司嘅惡行。我想佢俾一個明確嘅答覆我，佢哋上訴機制係點樣啦？同埋點解佢會認為嗰位經紀冇做錯呢？各位 APM 嘅觀眾，我係張永康。各位 APM 嘅觀眾，我係郭柏 Rosita。如果想睇有我演出嘅劇集，快啲 click 下面條 link， 去我哋歡樂 APM like 同 subscribe， 去我哋歡樂 APM like 同 subscribe， 收看更多 TVB 嘅內容啦。